更多消息咧，我哋即刻連線到本台記者陳其曼嘅，佢邀請咗香港航天學會會長雷健全，同佢講下要成為一個載荷專家，究竟要有啲咩條件？其曼交俾你講。好嘅 Ruby， 本港嘅載荷專家過五關斬六將，終於就快有好消息啦！相信對於全港嘅航天愛好者嚟講，都會感到振奮嘅。咁今日我哋特別請到咗香港航天學會會長雷健全先生嚟一齊同我哋傾下偈嘅。雷生你好。你好。雷會長，首先想請問咧，如果今次真係有至少一個我哋本港嘅載荷專家可以入選嘅話，係咪都意味住本港嘅航天能力水平係上咗一個台階咧？呢個肯定啦嚇，因為咧能夠做一個航天員咧，其實真係好唔簡單嘅，一定係佢本身嗰個即係除咗對航天科技嗰度要有一定程度嘅認識之外咧，佢亦都要喺嗰個即係過程嗰度咧，即係要經過好艱苦嘅訓練先至得。咁所以咧，如果今次香港真係能夠有一個能夠做到呢個載荷專家嘅話咧，證明我哋咧香港人咧嗰個航天科技嘅水平咧，即係已經達到一定國家需要嗰個程度嘅。係啦，都係一個標誌性嘅一步添。咁除咗話載荷專家啦，你希望之後香港仲可以喺邊一啲方面去參加，甚至係加入到國家嘅航天事業咧？航天其實咧背後即係唔係淨係得航天員嘅，航天員即係執行嗰個工作啫。其實背後亦都有好多專家嘅支持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嚟計咧，其實香港人亦都可以投入好多嘅即係航天嘅任務啦，例如嫦娥工程啊，或者未來即係中國人都話會即係登陸月球啊咁嗰度都係需要好多嘅人才噶嘛，所以都唔排除咧將來嚟計咧，可能我哋香港人咧有啲咧係要負責一啲嘅指揮控制中心嘅任務啊，航天科技嗰個研究啊嗰啲嘅工作都有嘅。好嘅，多謝晒雷生。好似正如阿雷生所講啦，希望我哋之後除咗話直接上太空嘅人之外咧，其實喺背後一啲後方嘅控制啦，甚至乎係做科研嘅人員，都可以有更多我哋本港嘅人士嘅參與嘅。咁而家先將時間交翻俾 Ruby。好啊，唔該晒你。